耶路巴勒就是基甸，伊甲一切做伊的人早起来，伫哈律水泉边扎营，基甸营伫因北西的山谷。我过摩利山，耶和华对基甸讲：我用基甸交伫百姓的手，毋过对你的人伤济，惊了以色列人对我来家己口讲，是我家己的手救我。第三节，当你着宣布互百姓听，见若行行论内的人，通离开基列山倒去。对安尼，百姓中有22000人转去，也有剩1万。耶和华对基甸讲：人还佫伤济，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。我要伫遐甲你试因。见若我记啥物人对你讲，即人通甲你去，迄人就通甲你去。我指啥物人，互你讲，甲你讲，即人毋通甲你去，迄人就毋通去。第5节，基甸就带百姓落去到水边。耶和华对基甸讲：见若用钱拿水，亲像到得人，迄人就互伊另外徛着。见若跪落去啉水的，也着互伊另外徛着。用手挖喙来拿水的有300人，剩的遐的百姓拢跪落去啉水。耶和华甲基甸讲：我要用这个拿水的300人救恁，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，众百姓拢通倒去因的所在。即时，请圣歌队来赞美。